淡薄仔烧热的日头，照入去恬静的巷仔内，看到无共色水的西石仔壁倒，这就是唐德宗的故居，嘛是伊挂牌职业的所在。唐德宗出世伫台南玉井，伊的老爸是日本人。迄时阵伫咧南庄派出所做警察，煞来拄着大巴年事件来过身，剩伊老母来甲伊请养大汉。伊伫1926年的时阵，通过巡查考试，甲伊老爸相共，成做一个警察。迄阵啊，一个病院院长吼，伊个陆兆正雄，伊个驾车怎么去弄着吼一个7个月人姓曾，伊弄着了吼，伊无落来共看，就走。而且警察吼看到陆兆正雄吼，伊这个人因爸爸吼又较大，伊这个12元，所以无人加班。探测长吼，伊就替伊起诉对啊，个反正落来嘛是赔20块尔嘛，所以吼伊心内足不满。伊咧要为了台湾人吼，要这个支持公道吼，所以伊31岁啊，伊就辞职走去日本，开始读法律。从一个毕业证书，就是小学的毕业证书，在日本能够读3档，检定考，在高考3年当中，他就拿2种文凭，一个是辩论书，一个是行政科的合格，所以吼，他脑筋非常清楚。个记忆力非常好。伊转来台湾了后，成做台南真出名的辩护师。因为要照顾无钱打官司的艰苦人，伊甚至接受民众所持的交来代替收费。迄个当时呢，伊不只是做律师哦，伫这个战后台湾有一个叫做台湾人民自由保障委员会吼，伊当时嘛是担任台南的这个召集人，而且会其实是一个人权组织，所以人讲唐德宗伫迄个时阵不只是一个律师啦，伊当时嘛是一个人权者啦，人权的运动和工作者安尼。唐德宗伫228事件互人冤枉，嘛无牵连无辜。最后，伫台南市民的面头前，互人残忍枪杀。不过，恐怖的统治无法度改变市民的记忆。过了51冬，伫1998年的台南市，将唐德宗受难所在圆环改名号做唐德宗纪念公园。2020年，故居的产权拄着转移的危机，真济民间人士来发动募款，最后成功保留故居，而且把这间厝整理甲真好势。这间厝的特色就是讲，事务所的所在，伊有一个黄铜喇叭锁。咱涂骹，伊这是一个六角形的麻石仔的砖啊，还有一个迄落正圆形的丸窗。入口迄个围墙啊，吼，伊有石头色、甲玫瑰色，还佫有一个黄色的西石仔的设计吼。伊安尼设计是为着讲要互伊就是足侪质感的呈现，甲足侪变化。甲故居保留落来，互佫较侪人知影伊的事迹。唐德宗毋但保护台南市民。伊的勇气甲坚持公义的心，嘛永远活伫咧每一个台湾人的心中。